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啊，今期嘅影片咧相當之重要。咁如果你近期留意緊珠海樓市，又或者打算出去買樓嘅呢條影片，你一定要睇到尾，因為珠海住建局咧最近出台咗一個咧重磅新規，直接會影響到你買樓以後會唔會買貴咗嘅。未訂閱觀眾朋友咧，記得要撳個掣，同埋咧撳埋隔離嗰個啷啷啊，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每一期嘅影片噶啦。你諗住喺大灣區買樓退休，有冇諗過層樓啱唔啱你？有乜嘢地方需要留意？作為新手，做足功課先係對你最大嘅保障。我哋準備咗一份大灣區置業房中服指南，一次過話俾你知點樣揀樓、點睇文件、資金點樣過數，仲有最新嘅購房政策都列埋俾你。想攞到呢一份指南，好簡單，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哋，打指南2個字，即刻免費送俾你，幫你避開所有嘅置業陷阱。好啦，講翻正題，前排咧珠海住建局咧就發咗份文件嘅，話要優化新房價格備案嘅規則。咁好多朋友一聽拗晒頭，喂，咩嚟㗎？講緊乜嘢叫做取消備案價？咁係咪以後發展商佢想賣幾錢就賣幾錢咧？你咁開價都得咧？嗱，其實唔係咁簡單嘅。等我用一個最淺白嘅方式咧嚟到同大家講講，今次佢改咗啲乜嘢。咁以前咧，發展商賣新樓，每一間屋咧賣幾多錢係需要預先報俾住建局咧進行審批。咁批咗之後咧，個價格咧就放喺官網上邊，咁任大家去查嘅，光明正大，透明度咧都極高嘅。咁而且仲有一個規則，就係你想賣幾多折扣咧，你最多最平咧只能夠賣到備案價嘅85折。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呢個單位備案價100萬，咁你最低嘅成交價咧只可以係85萬以上。咁再低咧就犯規啊！咁想加價或者減價咧可以嘅，但係咧就要重新去行呢一個審批嘅流程。咁而且咧最快都要1個月先同你搞一次嘅。咁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官方就係用呢一套玩法咧俾咗個天花板同埋地板價呢一啲發展商，咁同埋管住咧佢調價嘅頻率節奏，防止呢一個樓價咧大幅上落嘅。咁而家新例係點咧？就係佢備案咧就照備嘅，但係咧唔再對外公示啦。咁發展商賣樓之前咧喺內部嘅系統申報一房一價，咁就搞掂，直接賣得。咁換個說話嚟講咧，官方以後咧唔會再幫你去做一個公開嘅裁判，將個價格定價權咧就徹底交翻俾市場同埋發展商嘅。咁聽到呢度咧，可能你會問啊，咁即係呢個價會暴升定係暴跌咧？我直接俾個結論你，兩樣咧都唔會。點解咧？雖然今年嘅市況咧確實係旺過舊年啦，但係始終咧都係低迷時期。咁邊個發展商又夠膽無端端大幅加價咧？你一加，隔離嘅樓盤咧就即刻搶走呢啲客，咁啊唔使玩啦。咁反過嚟，會唔會無底線度劈價咧？其實都冇可能嘅，因為建築成本咧、利息咧、人工咧條數擺咗喺度，咁冇人咧會做蝕本生意嘅。咁所以結論咧好清楚，唔會大升，亦都唔會大跌。而呢個政策真正嘅威力咧，係在於兩個隱形嘅變化。而呢兩個變化咧，其實就同我哋港澳買家咧係息息相關嘅。第一個變化咧就係樓市將會嚴重分化。咁以前咧有備案價管住啦，有好嘅樓盤啦，同差嘅樓盤咧，其實佢嘅價差咧係唔會咁誇張嘅。咁而家冇咗呢個緊箍咒咧，咁好嘢咧佢就可以賣得更加貴，而差嘅嘢咧佢可能就會賣得更加平。咁例如嗰啲地段靚啦、質素高啦、景觀無敵嘅啲熱門樓盤嚟講咧，本身佢都唔優賣嘅，咁發展商自然咧佢就有條件咧慢慢加翻啲價，而價格咧就穩中有升嘅。咁而另一方面嗰啲位置偏啦、配套比較弱啦、長期滯銷嘅樓盤咧，咁而家咧佢就可以放膽劈價啦，以價換量，咁唔使再驚審批唔批個靈活度咧就會大好多。今日想減5000，咁聽日咧就可以減1萬嘅。咁呢個對於啲買家嚟講咧，就係考驗你眼光同埋議價能力嘅一啲時候啦。咁如果你揀錯區份，咁隨時咧係會蝕到入肉噶嚇。咁你揀啱樓盤咧，就分分鐘會執到寶。咁同埋咧呢個時間去買樓咧，亦都係非常之考驗你嘅代理，即係一啲中介嘅一個議價能力啦。第二個變化咧就係更加關鍵啦，就個資訊差咧將會極速擴大。咁以前咧上個官網查一查個單位嘅備案價幾錢，一目了然。而家咧你想查
都冇得查。一房一價咧，其實同銷售報嘅價咧，可能都唔一樣。今日同聽日咧問咗，可能又會變嘅喎。咁對於我哋嘅買家嚟講，好似盲人摸象咁樣。咁尤其係港澳嘅朋友啦，咁平時唔喺珠海，對當地嘅市況咧冇咁貼身，咁好容易咧就成為水魚嘅。新手買樓分分鐘買過1、2成都有可能嘅。咁仲以為自己攞到優惠，真係喊都冇眼淚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幫自己賣下廣告啦嚇。但係呢個廣告咧係為大家好嘅。咁如果你諗住喺珠海買樓，咁記得直接揾我哋 Vincent 團隊啦。我哋珠海做咗地產好多年嘅，咁亦都服務大量嘅港澳同埋華僑朋友，咁同埋好多發展商啲老總項目總監其實我哋都好熟嘅。你唔使再盲摸摸咁自己上網去查資料，我哋可以直接講到俾你聽。呢一個盤佢真實嘅水位係幾多？邊個盤咧海鮮價？咁同埋咧，我哋都可以幫你傾到一啲咧比較有競爭優勢嘅一啲內部價格嚇，咁幫你咧可以避免晒以上會賣貴呢啲咁嘅情況。好啦，講完形勢，咁嚟到呢度咧，我就俾3個 tips 咧，各位觀眾朋友打算喺珠海買樓嘅嚇，咁可以記一記嘅。第一個咧就唔好偷懶，一定要做功課。咁而家冇咗官方備案價呢樣嘢咧，咁自己就要做好呢個research 啦。咁一定咧要了解清楚呢個地段佢未來嘅規劃會係點嘅。例如有冇輕軌啦，有冇大型嘅商場啦，有冇學區啦。同埋仲有樓盤嘅真實嘅口碑嘅情況啦，佢管理得唔得啦？周邊嘅環境得唔得？咁咧自己就要做多少少功課唔好信晒去到樓盤發展商嘅銷售講乜你就聽乜。咁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定價咧就真係太靈活啦，優惠咧一定要去傾翻嚟嘅。咁以前咧有備案價作為參考，咁而家冇咗呢個歌仔唱噶啦。咁發展商亦都唔會主動俾最低價俾你嘅嚇，咁一定咧你要主動問，主動去傾。咁甚至乎咧要貨比三家，咁記住咧就係而家係買家市場啊，你唔開口咧，佢就會當你乖乖豬噶啦嚇，所以咧佢好難會平俾你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如果你諗住係自己住嘅一啲剛需嘅買家，咁見到發展商佢個折扣係有誠意嘅，咁同埋嗰個單位又係啱你心水，其實係可以出手嘅。咁但係前提係你要揀啱地段同埋配套呢兩者咧永遠排第一嘅。你中意個單位幾靚都好，咁如果個區冇新嘅配套，冇新嘅潛力，亦都冇人口，咁你將來想放售或者想換樓嘅時候咧，咁就非常之難甩手嘅嚇。咁寧願咧即係揀一個真正啱嘅地段好嘅都唔好亂咁揀錯一啲地段嘅樓盤嚇。好，嚟到最後咧，同大家總結下今次嗰個政策嘅調整咧，其實對樓市未來嘅影響個變化咧係非常之大嘅。咁亦都咧好考驗大家對市場嘅判斷能力，同埋咧同發展商傾價錢嘅議價能力。咁當然咧揾一個靠譜嘅中介朋友幫手咧，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咁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 WhatsApp 聯絡我哋咧，去傾一傾，睇下點樣可以幫到你嘅嚇。咁今期影片咧就嚟到尾聲啦嚇。咁唔知大家覺得珠海嚟緊個樓價會點樣變化咧？會唔會有一個大跌或者大升咧？咁大家都可以講講大家嘅一個睇法嘅，好嘛？咁嚟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記得要訂我哋頻道啦，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我哋下一集再見。